在地人在地情来看中华美学馆主办的火金菇电影院，每一年拢会选出着优质的国片，巡回台湾各地放电影，互人看。今年婚林北港这场邀请到电影的专家到大福戏院，教乡亲安怎来看电影。这届这个活动嘛，引发着真侪在地人思乡机，想起着过去伫咧大福戏院看戏的回忆。中华美学馆主办的火金菇电影院活动，逐年拢会伫台湾巡回来放映台湾优质的国片。今年婚林北港场由北港生活美学文化协会来承办，邀请出名的影评人，教大家安怎欣赏电影。把国片带到偏乡，让更多的民众能够欣赏到我们优质的国片。今年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今年是我们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周年的纪念。这个活动本来伫5月份就开始巡回，因为疫情关系延期。本来9月份是上尾一场的北港场，煞变成头一场有真侪镇民来参加。大福戏院伫北港是历史真悠久的老戏院，有真侪乡亲拢捌去看过电影。这摆活动让人真怀念过去。怎么运用，怎么看这样子，增加很多知识，很好。讲了一些那个电影的一些小细节，我们更了解、更学习。火金菇电影院婚林的巡回，所来9月12伫土库活港里活动中心，10月7伫大比的上义村的活动中心。